嘿，林雅斯，你怎么现在才到啦？不是，现在要去哪里？到底今天？这边，来，这台湾一条街秀大鼓赛，阿里，快点！2024 4月起，台湾原住民族涉及都市人口超过原乡的一半。不过，离开了原乡，族人在都市如何转成文化语言呢？我觉得很感动，张阿莲，加油，保持下去。本次经典买 nusu 来到了正品国小，带你一起参加在台中破百人的排湾族收获节。是的，这一次的秀发鼓赛就办在台中的正平国小，同时这个地方也是许多一条街族人的母校。一度，快跟着经典姐姐林雅斯的脚步，一起参加收获节吧！